2008讲哦，已经落档了，高中学习历程档案的争议嘛是搁真多。虽然教育部一直强调讲唔免补习，也毋过哦，补习班嘛是宣传甲真厉害。伫网络阁有人在背档案的线谱，一本是卖2000块。辅导学生破万人的专家，亲身带领高中生来了解学习历程档案要安怎来做，自主计划要安怎来写，这是买5000块的实作大师班。商品伫咧拍卖平台顶悬，阁有今年考调医学系的学生卖伊的范本，开价爱2000块。高中老师讲，多数学生高三学测考了，才开始准备档案，唔知影要安怎做的时，才会找其他更较方便的管道。这个落差就在于说，多数的学生可能不是那么喜欢老师要求他做，他就这样慢慢做。那等他想到需求的时候，他又要随时有人在旁边昂口，比较不太可能的。EDU 理事长李瑞林就表示，认同教育部委托研究，只有敢若无够一派的高中生为着制作学习档案来去补习，也网络课程满时，其实是利用双方资讯无搭吧来吸引学生也个家长用钱来换更较好的学习成果。这个其实并不是在卖给学生看的，它是在卖给家长看。可能家长不信任学生，或者是家长觉得学生应该要有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就卖给学生。就是他是因为资讯落差，所以才产生这个商机，并不是因为这个商品它本身有这么高的价值。李瑞林强调，无去补习，无等于资讯落差无存在，嘛无等于无焦虑。教育部这届巡回演讲成效有限，呼吁教育部提出专案计划，利用网络平台推广公共资讯的传播。同时检讨即马做伙学的计划，为虾米学生拢无啥熟悉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